美國人體驗中國翻譯眼鏡嘅影片喺全網爆紅，網民感嘆買咗佢就等於學識咗104種語言。當初冇好好學英文係啱嘅。語言唔單止係簡單溝通嘅工具，佢亦都可以係一個令你睇到另一個世界嘅工具。但你可唔可以想象一副簡單嘅眼鏡就已經可以幫你打破語言隔閡，令世界喺你咫尺之間？最近中國科技再次驚豔全球，曾經嘅 Google AR 眼鏡雖然掀起過波瀾，但又歸於平靜。而家嘅中國 iTap AR 眼鏡就喺海外掀起咗滔天巨浪。大家好，撳讚加小鈴鐺，帶你用唔一樣嘅視角讀懂中國故事。2012年 Google 喺 I/O 大會上就曾經發佈過一款 AR 眼鏡，呢款產品喺當時被所有人認為係遙遙領先於時代嘅，但係喺當時嘅環境下，由於製作成本非常高，好快就冇咗下文。不過最近一批嚟自中國嘅科技之狼出現咗，就係由親愛嘅翻譯官公司生產嘅 iTap AR 眼鏡。英文專業嘅學生可能從未諗過，佢哋嘅就業市場會因為一款產品而面臨巨大嘅挑戰。事情起因係咁樣嘅，一位嚟自中國嘅女仔喺外國一間星巴克點咖啡嗰陣，帶咗一副 iTap AR 眼鏡。雖然唔擅長英文，但係憑藉呢款眼鏡，佢竟然可以全程同外國男仔無障礙交流。外國男仔見到咁樣亦都好好奇，於是女仔好熱情咁將眼鏡遞咗俾佢。當外國男仔戴上眼鏡之後，起初仲未有乜嘢感覺，但係當女仔講咗一句中文之後，外國男仔眼前竟然出現咗實時翻譯，忍唔住驚呼，簡直太不可思議啦！呢個影片迅速喺中外各大社交平台火咗，自此之後，越嚟越多邀請外國人體驗 iTap AR 眼鏡嘅影片喺短片平台湧現。佢哋戴上之後，睇到眼前出現嘅中文、英文即時對話，反應嗰陣都不禁張大個嘴，露出唔可置信嘅驚訝表情。其中有一個着黑 T 恤嘅外國男仔更係興奮大叫，真係太好啦！於是 iTap 眼鏡硬控老外嘅話題喺短片平台火咗。例如一位 KOL 喺亞特蘭大最高嘅餐廳食飯，侍應對佢哋嘅 AR 翻譯眼鏡好好奇，試戴咗一下之後，侍應即刻翻去廚房，話俾廚房入邊唔識講英文嘅墨西哥人聽，以後你再都唔使擔心唔識講英文啦，因為我喺餐廳入邊發現咗一個好勁嘅翻譯眼鏡。睇到呢一幕，好多網民都忍唔住揶揄，當初冇好好學英文係啱嘅，咪就係一對眼鏡嘅錢咯。仲有網民笑言，以後都唔可以光明正大咁講老外壞話啦，要用方言啦。佢唔單止可以實時同傳翻譯，仲有超高性能嘅配置，拍掌翻譯、語音問答、104種語言在線翻譯、多種語言離線翻譯都難佢唔到。可以話擁有佢就等同於掌握咗全球100多種語言。目前 iTap 眼鏡仲接入咗火爆全球嘅 ChatGPT， 喺 AI 同聲傳譯方面有住令人驚訝嘅反應速度同準確率。當用戶同老外溝通嘅時候，佢就會將對方講嘅嘢翻譯出嚟，然後字幕顯示喺鏡片上。呢種感覺咧就好似隨身攜帶咗一個貼身嘅高級翻譯官，令用戶同任何老外都能夠無障礙溝通。此外，佢仲有配套嘅智能戒指同手錶，能夠將用戶講嘅嘢即時翻譯成對方嘅語言，自動播放俾老外聽。無論用戶去到邊度，都唔會因為語言唔通而產生任何唔方便。而且佢仲可以精準細分口音，例如好有特色嘅英式英文、美式英文同印度英文都能夠準確咁識別，並將用戶想表達嘅意思按照對方嘅口音進行翻譯同播放，可以話秒殺市面上 99% 嘅翻譯機啦。有網民問自己都唔多出國，擔心呢款 AR 眼鏡會被閒置，
呢個完全唔使擔心。平時我哋仲可以攞佢嚟睇戲，或者演講嘅時候攞佢當提詞器，而且無論行到邊，佢都可以幫你實時錄音，以備不時之需。值得一提嘅係 iTap AR 眼鏡仲實現咗電話翻譯功能，用戶只需要戴上眼鏡就能夠聽得明翻譯後播報嘅內容。無論係同外國客戶洽談業務，定係喺海外打預約電話，實時翻譯都能夠提供準確嘅語音翻譯，確保溝通無障礙。呢個功能咧特別適合跨境電商從業員、出國就醫嘅病人以及國際商務人士使用。據知咧 iTap AR 眼鏡目前咧已經係接入咗北斗衛星導航，所有嘅建築道路咧都會喺眼鏡入邊咧被標注導航箭頭。3D 立體視覺效果非常之完好，即使喺冇信號嘅野外都唔怕會迷路。KOL 張雪峰咧曾經預言，翻譯呢個職業好快就會被科技所取代。目前睇嚟，隨住 iTap 眼鏡嘅問世，呢個進程將會大大加快。iTap AR 眼鏡令網民們紛紛感慨科技進步得太快啦。科技新寵，字節跳動豆包 AI 耳機登場，而最近字節跳動推出嘅智能耳機 Oladance Friend 就令網民們感覺好似穿越咗。據知呢款預售價$1199人民幣嘅耳機搭載咗豆包大模型，唔耐就會開始預售。豆包相關負責人表示，希望 Oladance Friend 可以成為隨時陪伴用戶耳邊嘅朋友。據公開資料顯示，Oladance Friend 一共青玉白、博弈黑、幻夢紫、流光銀4款配色，外形有 Powerbeats Pro 嘅影子。但佢就唔係一款入耳式 TWS。先唔講豆包嘅 AI 功能， Oladance Friend 本身亦都係一款非常優秀嘅耳機。畢竟打鐵仲需自身硬。今次豆包推出嘅 Oladance Friend 沿用咗 OWS 開放式耳機嘅形態，耳機單隻僅重 6.6 克，主體部分最闊近10毫米，最薄7毫米。盡可能咁保證咗用戶喺長時間佩戴下嘅舒適性。正面為亮面材質，刻印有標誌性嘅 OLA Dance logo。為咗保證耳機本身嘅優秀音質， Oladance Friend 仲使用咗專業嘅音頻工藝同技術，包括10毫米動圈發聲單元、動態 EQ 1.0、動態低音步長、定向防漏音設計等一系列技術。而且佢仲通過獨特嘅 27.5 度黃金錯位夾角設計，令聲音更加靠近耳道。戴上耳機連接上之後，用戶無需打開手機就可以隨時隨地同豆包進行對話。之後喺豆包嘅設置頁面，亦都可以睇到耳機狀態。咁樣一嚟呢，用戶就可以通過語音調用手機上嘅豆包 APP 進行交流，省去咗用手從袋入邊攞部手機出嚟嘅過程。唔止咁，耳機仲介入咗字節豆包大模型嘅語音識別技術，模型可以高精度識別中文、英文口音，甚至能夠通過上下文聰明咁識別各類資訊，從而喺旅遊、英文學習、傾偈等場景中為用戶提供幫助。AI 耳機市場競爭同 Oladance Friend 嘅佈局，其實今年以嚟咧，各大廠商都喺度推出 AI 耳機。除去 Clear、Sena、Philips 等傳統品牌，亦都有 Ricoh 等新湧現嘅音頻品牌，仲有科大訊飛等跨界而嚟嘅大公司。而 Oladance 成立於2019年，喺耳機廠商嚟講仲算自亂。由前波士高層李浩前同多名波士工程師共同創立，團隊亦都係最早提出 OWS 專利技術嘅專業耳機廠商。今次嘅 Oladance Friend 耳機嘅硬件部分係由字節跳動唔耐之前收購嘅原 Oladance 團隊完成。喺2021年 Oladance 推出咗全開放式 OWS 系列耳機，主打海外市場。今年9月前後，
字節跳動正式收購咗開放式耳機品牌 Audadance， 完成100%控股。今次交易總額喺3至5億人民幣之間。Audadance Friend 作為字節跳動全資收購 Audadance 後推出嘅第一款產品，同時仲係豆包出圈嘅耳機 AI 助手，自然亦都成為主推賣點。今次收購字節跳動唔單止獲得咗 Audadance 嘅核心技術，仲吸納咗一支由前 Bose 工程師組成嘅經驗豐富嘅團隊，補足咗自身喺音頻技術方面嘅不足。隨住 AI 嘅發展，好似 AI 手機、AI PC、AI 眼鏡、AI 玩具等，都逐漸受到越嚟越多嘅關注。2024年亦都被譽為係 AI 硬件元年嘅。就攞耳機嚟講啦，據國際數據公司發布嘅中國無線耳機市場月度追蹤報告顯示，2024年上半年中國藍牙耳機市場出貨量達到5540萬部，按年增長 20.8%。其中真無線耳機市場出貨量就達到3508萬部，按年增長 5.6%。從市場睇，自2023年 OWS 耳機市場高速發展，2024年國內開放式耳機市場出貨量已達到1184萬部，按年增長 303.6%。其中耳掛式耳機出貨量按年增長 1015%， 耳夾式耳機出貨量按年增長 522%。字節跳動喺呢個時間點進場，亦都係喺提前佈局搶佔市場。雖然豆包喺自然語言處理上有住極高嘅認知度，但耳機市場係一個典型嘅消費電子市場，仲要以用戶為主，以體驗為主，令用戶對呢啲優勢聽得見、用得着先係關鍵。目前豆包喺手機 PC 端上面相對比較成熟，但係對耳機呢個陌生領域仲需要時間好好沉澱打磨。加埋目前市場 AI 耳機喺功能上已經有啲趨於同化。透過深度集成豆包，就睇 Audadance Friend 嘅耳機有冇辦法進一步擴展 AI 耳機嘅應用場景，逐漸形成自己嘅生態環境。如果豆包能夠真正喺耳機中發揮強大作用，咁樣小編估計字節跳動將又一次成為第一個食螃蟹嘅人啦。好啦，今日嘅內容就到呢度結束啦。如果你中意小編嘅影片，仲請大家多多撳讚、轉發，等更多嘅人一齊見證中國進步。關注我嘅頻道，咁樣既可以回顧往期影片，又唔會錯過之後嘅精彩內容。咁我哋下期節目不見不散。